圣代之后令充军必归。夜里想听见隔壁娘娘两个里哭子一鸦片，不晓得过去一门原来是大天爷的圣娘，这是大天爷的妹子，流落他乡。因为大天爷妹子面孔漂亮，当地有个恶婆插进两对龙口中经着第二次讲枪。后令气得不得了，安慰圣娘来放心，一切与我本当想请圣娘的是妹子回州家乡，不晓得来不及。这听见话里哇一个怒肉，老百姓在了浪海，两对龙来在哎呀挨了一步，一口圣娘的面孔走是这个惊弓之鸟写的哈破来，是二位圣娘来飞着跨地到流浪，谁去谁么子何地与我大夫，让他急急忙忙到流浪乡去。圣代之后令一周你的男现在如果马上把这个送了老后治理，根本的喊这一年里都来吧。来自这个但是秋后再破攻击定行飞而当失态自为上策，实人不办法再当，不过今日今往南港法神道之队来浪下两个差人还听见小亮老邓啊，我不来的吧？两队龙来着，差人两个队夫是南上方，阿位兵包兵上岗，这起官本是不是想看到你兵队了？进来的挂对，越是不得本事，越是很波波。谁搞的不能让理想？哪里人慌呢？声音越来越浓的，就说明两队龙越来越近。对三个老百姓一个一口情话白白开，上坡龙到自家身上，但是热心的老百姓到底多。但是我老百姓在要口，今朝不是南海话。上趟余地通知这样帮忙，我谁要去当台？这是余地通知这样不仅才两分围住了，这些老百姓好是好叫够怒而不够意，但是要有个人气头里都才为他帮忙。热心的老百姓为了害，晓得今朝两队龙抢独家姑娘，非要其他姑娘标志的大哥不走起出卖的，不妨。兄弟不妨的姑娘，特别是这浪向山上高，买的珍稀山瓦，买的火布，买的零零散散么子。真是老百姓一口嘛，好受害。不好这两对龙来在，他是两对龙来在，姑娘抱开的花的为自己哟，好在飞马门追吧，这个一来四面露着，他对女的奔到了那马货部马真西，听见两对龙来，噼里啪啦拿水的个门通通都到举来了。哎呀，阿姐啊，妹子啊，我是实体的两对龙一来着哇！哎呀，那是你一来着，好是的，姑娘谁不曝光内动中该有让他觉得不得了，好容不好这夸的到底。为何啊？我有妹子啊，不会没上去个呀？两对龙，你听你去亲个你去斗嘴。我有那时候的上门杀气的骗你去亲根本你记得我弄家刀。对对对，上铺年纪大我还要抢。要他的最天其实你终归是个女的，加上女人当中该一个男人面孔还得90岁里保卫的小人，大吗？都是啊，放个两个人来，你这个该唱这个，说讲，两个人骗女人给妹子弄给你写给，你赶紧上我们你们的小人女呀，这，我也得在，上铺女小娘还要抢，可想而知。这个家伙，平安一家抢这个女人呐！所以老百姓听见两句哇，
一些功夫，姑娘、女人、老太、小奴，全部到光，手上的才是带头的，爱几乎人把。所以莫光谁忙着没看这口气小气，几一片毛，后头家丁火饺子吃狗水，老叫你哩呐，今朝出来讨新娘子。蒙古鸡这口气小气，对样的让过来。当贵公子，夫将天上子，爷娘呼吸我，弄我讲白子来，牛子，你白都上，压力别当子，家将没人在大雨吃等当的嘎子，杀人多天，千里吃辈子。今朝带子花家子，是这个我讲新娘子个新娘子，不晓得当了神袋子，挂这里切鼻子。谁来家毫无用必死，阿爸爹爹呼举三品，为朕必归，杀人别举破功三本。今朝谁来要带子花家子，是这个我讲各位姑娘，哦哟，靠我实在。哥哥，您到了。是，少老爷。谁打我神气的呀？到。您到了。是。为着害你娘开的呀？上开。您到了。是。吃当来骂的呀？知道了。您到了。是。活姐子打进的呀？是。您到了。是。不杀的。不杀我也来了他。后家后位。少老爷，那是恭喜少老爷今天大喜之日！哎呀，您多啊！今朝上来要一夜做辛苦人子。是啊，都哈哈叫何事我？是，何事都上来要开定围出来，公公送上。多谢少老爷了。干嘛？您都跟我追了都啊？少老爷当心了。晓得。姑娘长面孔别几个，哈一阵天上不倒来，地上不出来，看得上来要闻灵心，为得出钱个呀，看得我不落人夫妻，难闻过谁？家小年不得自个亲。
郎马上打理回走去。吃着娘侬两靠的黄刀不肯，实不肯，等到后来嘛，我讲来这个往日抽样，弄我一阵伤我，往我吓死！哼，该讲说了要双阳哈，往日抽到不经材料，不了悲观。我说你怕人，当然他不讲够账，累子十几两银子，真正的名正言顺，是这些娘子给。龙庄谁也不够，谁也进去不来自家，规则呼呼节子定了外头，自家到4个3国家庭，只有龙庄第3个。这个人多啊，是上去到把门啊！是，来，必须开门，来人了。这个啥个声音家？至于女人声音，精神还来自个男人声音。你是谁？开门！后领押进过来，家里两个差你娘娘，嘎两手的门一开，一口呼呼响来了。当地4个家将上一把龙一马5号人等，但是退群当中小姐2对龙，3个分人的身上像佛石扣得着。忙过去一口，我把头子扶上镜，我把头子谁知水里像手指一口上面孔没摇摇的，到了地上给呀飞去的，上了海上面孔，高低密毛大小眼睛，他们俩花枝波火波车冲啊过，人来腰塞是的，哈哈哈哈。可是亚个把对作为祝福讲腔名语，是个今在高不老乡口见各种人，口都不口对一个爸爸开。我在教训一番，今这两样，你是来抢噶，这破不高大的年大了吧？这个是替他有。刚才还未经想哈，现在抢中小用汤。大你一步，我客气了前头，那就不好意思马上抢。哟，作为小肉一人让我弄在下这样有皮也了。见我说了哟，这个说了哟，你这今晚时间到见我说了哟，那么我家里来哟，哎呀，不个种牲口，我这个来是家里来哟，哎呦，那家来哟。再落这个来日家里呀，哎呦也是夸在那海人个呀个家，哎，这个玩意松手在面上给有在，这个上手把在，后领一眼上门的叫我上周手了，我不周手来叫我光不走了，那个种春红写的肚皮里一把擦了黑，小老爷泪悲啼。哎，上手你要听啊。客气两声，两高的争取，家长要想跟进来嘛，两个穿你门开进，你努力多当一台呀，学进来，搞得多。至少今朝弄改考要当的，本多进来多人多，
你要吃亏的，发本都进来，非一当你三考虑，我离死了后，门北人。20年的小姐，客气两声，身体受定，总要佩戴两声。哟，小老爷夫让林真大人夫提康年，哪里个林真家？哎呀，好了，林真啊，听不懂噶，你家夫提哦，来3位啊，上面到牙家了3位个。这个哦呀，不掉掉为哈，哎呀，吃得老困得着，不过面子都在搓不动在。这个啥个派对家？领当太夫人也好。阿妹娘娘还不错，哈哈，阿妹听我的话，只要是我家家预防啊。你搬到地上来，还当是你的家家呢？小老爷好，没，啥说吧？但子里想多让来问我个，我分门口来了哇，我当然门来着哇，你耍个卤蛋，你耍个卤蛋啊！你哪是让配的？还在非要得你动手的，上得来问一句我回答一声，一他瓜子再讲不难听吧？在下虽函命令松江人日发配到此，与此际某女乃是亲戚，礼上你妹的是我的生母大人，你亲的乃是我家妹子啊！说哪个妹子啊？这是啊呀！母大是谁？原来是大举兄亲妃。可总就没啥个强烈嘞，那听来无法得听满啊！红出此意，大举兄弟为不晓得，你到流浪各位汉妹子，配不是我山来要塞，各位你还是我个举兄弟。这这明明来讲，哎，话也好听。举兄，不晓得第四个人倒是真的来讨新娘子。那哈，想哈个海我说上去了，定还是非要当。各种缺红，各位呢哈，兄弟派清高门当红带。那不是今朝努力身份带得高低，我自家妹子说的低里一些，娘娘觉得我们亲是门不当后不带，哀上追他拉的。后来啊，来想的是干简单。正月半月，2个年头才是往正路浪去。哟，小老爷呀！大举兄啊！喏。微风，一个五湖为郎，每当那8月封门响，小妹子她是从此说分定家女，一能高配接入完，上一道这王的真知差得远。小老爷哪个不孝，谁人不追？乃是将门之子，我家小妹从此说分，娶你的亲，真是高配不上意。哎呀呀，大举兄啊，你太客气在。山来要比起那位不晓得了，山来要配亲，不讲门当户对，不讲门第啊配，只要一个姑娘的面孔啊别致不别致的，这个姑娘面孔别致嘛，就是更少我还也给。
家中，谁与去往谁？谁是王礼部不等呀？去不过，我越看越不像个强。别客气，快点在路上听着汉妹子梳妆打扮，跟着商量要手指火火节子为主旨，但我报到了神情啊！哎，后里很不得自家看自家一句，这种小姐拉铺子面孔来抢，我这里刚杀个门当户对，你们来听闲话也难听，我这里个门当户对，你说。我派姓不讲门当户对，这样面孔标志大步勾上还不要紧，10个人，你记得你讲的啥？他们喊你一句闲话封住那个口。我说妹子配子亲着你呢，假使你这样个说强强迂腐之妇，今朝当子内当户社为了我赢，跟手领啪。面孔一白，哼！小老爷，谁好话，谁好你谁来一步我了？哎呀，大弟兄，这个啥个闲话讲？像我家妹子与你的时候，在家乡已经对了姻亲，如今不加猜错，真要为主故乡投入花作，他是一个渔夫。是有福哥哥，哎呦，这啥呀？我的兄弟呀，渔夫致富，代理妈妈，你去真的是渔夫致富，要不今朝晓得，上堂的晓得个，配子亲子，孩子的下来要不管个，分配亲也配子亲，这样一个，但是这个闲话上面的老说不出个呀，一栋南京门，一层三进门槛真高。上得来还在刚刚听见啊，啥么子？哦，你都还妹子配子听着？这那是。哎呀呀呀呀呀！哎呀，根本不是这商量要不晓得哇！这现在正好今朝火节子不来个哇，那么不要不说火节子来啊那个这样空节子为主去出面对了，不是对个啥个？那大弟兄不能接上叔叔还上两个，还上两个。乱说！我这里客气，够上还有唯独的衣服之物，根本还要上两个，还是乱说。这个不懂，这个也是商量。哦，对了，可就讲了。说起来，我分享的今朝地步的瓦朗火火家子天子落脚，可得深深的寒门。这么还是人，他的经营之本打出来，白特地只要懂一个他的小老师，对看水火相宜。哦，有他上两个，上叔叔不是啊？你们在流浪见到还没这么用不着手上当白在，俺们跟我们手指节子为主去，你放心。政治党不保障，别说了要吃嘴，不想想，都在1月10在半月，马上送礼出来上叔叔，你看我黄金啊！呀，呸！你帮着地上了，你当我妹子耍定呀你？上街上跟来围出去，当我们不把着白内切嘴，不想半个月得是1个月，你当我妹子当子里的人啊？后天听到给他气得个人为他发得轰上立起来，人眉包膜，两个非得蒙着面孔上一直走，我把你这个小奴才，要当你将门之事公而君之，哪里去想你可以出往你服从我家妹子，真是在被犯了屁啊！先去
看啥么子？对我眼睛这个子讲我放屁啊！居农村那最我可以对面个市民嘛，对眼睛最我可以我们人讲，真正不理我，为当理的，看上去发不的威势不理，理发老虚，好太子的拉的，先进面孔，哈啦一飞，到，好，街上那个上松手，山来要还是别来东过，娘开必报。不是这样，也过孩子。生了要酒店了，哎呀，临界。口气也好，气也好些，专门生出来个酒的样子咱们来害。你也得我当，那么看上去不吃口的，不肯把水，你也要打蛤蟆。啊，我听，好，你就来。我听哇，看上去手里也不亮，这三个不理得的，干嘛拿上松松来个呗？给个一起叫上龙小黑。这种样子不像烧龙小黑，这个干胡子讨饭我。身带子啥个本事？堂口里2只水过来，他身体一直，你往这里一冲呀，哦哟，要睡觉自个是黑，也想睡出来，根本来不及水起，塞了这个蒙村的雨水，慢慢让想打。哎呀妈！干嘛呀？亲弟娘！哎呦我！他配咋搞？我只能要将鱼人盘一只嘎起头，但是鱼怒肥水，再搞一只脚，去吧！神得是啥个本事？你这个一家起码5、6、8斤水的，我一家要5、60斤的哩。当一家贴到那种小机会立得了不了，真的到了地道，后面压箱过去来不及了。你让那差人登上一根刀子也在这样。啥呀？啊！这他们你那个来着吧？是可以我挂了他了。是过来忙中背上龙弹一起，一个当头，一个当后面，靠呀那个斗明亮的龙，看你这个小鸡呀！啥人是差人不本事啊？当细老虎本事来得个东。后领一看，没好，到酒店把了你身上刚起来真好。我酒店一比特重，死也不抵3我不离7斤，靠子一些还在。不是要里面，而为这个不要大量啊！现在到公车靠的有米的哦，有这么难讲？是了啊！大哥再打阿妹几？3这13酒的。谁要弄口罩本事拿出来？对，我是听。怎么没有哈？3斤，这个一斤上面1斤子，这个一斤嘛叫不忘青春。我个酒店忙着你我不了，啪！3斤呀，不忘青春5少世纪，我不记独门酒的。到罗达当年你部长过，谁去自州酒店？各级领导叫开花结籽，100年天要是一个。哎呀，后人一听哈，酒这当中有开花结籽噶，这个是毛力之样，花的哎呀多。都来拿2高的来了开盘，准备让上这2只脚，砰，用底气人开门，去的门，收起的门，一开呀，去了啊！想得到这刚多出去，把他跌到了地上，为好好扑克难泥的不大痛，不过不巧谁吃一块最国杀子呀，不头上碰到，哦哟，一弄一面孔才是血。老的4个家将看得天天上上，他妈的哇！雨过很深，预备想包围后人当白牙的。来一个烫一个，来一个烫一个，眼睛一闪，哈啦一个金刚手顶4高的，别来把它丢来。后来我里都一个都出去4高的，一口晓得帮他进的。我小鸡盘一层，少了也不好走。要进打出来，神的手领大子2差人后头摘出来，1米再1米的那么。不过这个摘是高的。他太瘦了，不晓得后领啊，那么是高个，哪里个对老百姓当是真的？嘿，有人当包袱的，他就背靠我，
酒队上与地相逢靠来嘛，各地家长这个绑到天当呀，还是要不好。当得落花流水，两家长比较激进，一口不好，我小姐扶上大磨，啪，磨屁股上一口，哈，个拍磨跑。后队那么个的家长，哈，跟是一道的。隔壁老百姓我家长口头，隔壁去为分销来，一口火火饺子，哈呀是过来火火饺子，碰西部擦石头，吃过水，噼里啪啦口头，不晓得为两吃过水了，跟你周围裤子上了地上讲着。谁吃回来辰光，听见该到哇，一个路上手搓的，当时新娘子出来，为了吃当当的以后。哎呦，说的当哦！我要吃嘛，你也当谁叫吃当？你这个叫吃当了。一些功夫手艺大的那个人，谁不靠他？这些辰光后林出来，老百姓拿后林喊了一个包围嘛，谁悄悄这对了龙讲，地道的英雄没得下家呢，今朝报复兵当得好，亲们英雄真心大名都给他做啥给？老百姓这个热情，后林伟大。在下心寒命令从军大我此啊！那么的老百姓想不容易，什么子？那是个废人啊！哎呀呀，哎呀呀呀！这么令啊，令来谁定？那这个废人好当理干。你两队龙唔杀西岐，对对可生啊！亚夫将红亮逼过个大将，那是小小个废人太好可理解，而且错卡得了。每一个废人都逼过12定王法，要当100级杀伪军棍，杀废人为是。明着当了杀人。不是本人，谁是两队那个亚夫将红亮真正的靠子的一个女士，你名字为人名我个了。谁对个犯人口一句闲话都不白，身体是也不晓得。谁那个些辰光，娘侬两家的火雷，那是已经是哈。后林马上归在白当小人跨地去接路车，一些路车见好，扶两高的上路冲，啪，路车跑。身体是给到老百姓的龙口，是等到车子口腹接着，那么心的。让他将来围住山东医院办上大家叫10,000个人荒，大家叫非常勾结。让他是听我父亲规则，该到后林围住来，我们预备等啥人小姐两队龙来当为夫人。小个的不肯罢休，不晓得等发来，忙发来，哈哈，总是心虚，大概不够来了。不晓得你后来蛮开心蛮定心，一个人为你接上。啥人呢？白当仙女，虽然这个白当仙女，但是还是压人心上。说你的哎呀，后林啊，亲这你还看个仙气个，仙气要去弄成让当官顺风这样的呀，北也当为夫人，我这么想办法告诉你。但是现在的这个废人啊，不能当我的去打听的，我不来。几个人背着班里把几本账务不能搞门起来嘛，我这是带我的就睡账出地了7楼哒哒哒哒哒哒哒各大机会在夫家我们门口隔壁的一口我的日本人想起一里一袋里想在头上天津里哟这口就锅里向有2卷来水，天天做了杠章，而且水里为了根棍子，不知道他是哪个么子。这天那个，一个来，一袋里头背的，想嘛不想，来了天别讲。
两个军老师受了希尔登之劳，不比一只10分钟，一只板，手里一根棍子，谁人不知嘛？背地都一个人根本不晓得。这么两个军老师来让做啥？做一根刀牙军棍。牛来小姐两队龙吃了3窝围住来，扩手自家呀，副将侯亮得了消息，气得了不得了。什么呀？小小废人敢当我们的女子为当了的？嘿，切嘛是切。每个美人到边关要当100几杀伪军棍，2里这个是有三个事体，要有三个不当当。但是老有三年纪到我这。自家这个事体不能信，2把水丢6个大将冷热之意，明着李强2把副将侯亮，侯亮一周你的来得真好。本党要想调兵丁骑马捉拿侯令，当上靠杀，但是西西都一向不对。因为军龙这样老百姓皇家老当着，这边才是刁民。如果我大马上做侯令，这破里多那是到油门上想，老有谁晓得一说门自家女子西羌人定错。各位啊，民众加手党，棍子让走的水家。对。那么贵州心腹军老水到底想是侯令废人缺后，人民走走一根刀牙军棍，设计努力靠杀松松于上。来日吃啥来当杀心，正你设计温泽把的，但是这个棍子因为都不够。有谁禁止用？后两家雷小人等以之报仇，共理不得一切，而且军老师身佛，只要不手出去，啥人晓得？军老师答应一上一个报仇，谁叫要好个小弟兄，另外一个军老师来让东东各路队们做个跟刀牙军棍。用啥个么子，啥个刀牙呢？说出来很简单。今年接下去一旁所中8家才是多肉，节目一旁风口装了难年的火堆，到个么是思想才杀1年下来，成功胡大大个这样，嘎嘎么是多得不得了。现在气风最高披上。我还有个普通本事猛针10分钟里向一针针的毛的收他4个样子零肉的，那么弄出来在猛针多牙棒里向针要半个时辰，现在讲起来1个钟头，针推啪再磨出来，不过这个棍子不能用，没人出个。有经验一口谁口得出，棍子上下有毛病。要是弄出来要卡一卡够，再弄80个粉镶上去，镶得像普通棍子颜色差不多，那么闻了理想大，本人不晓得。那么这个刀下军棍厉害的哪里？但1级100日戏，2级3日戏，3级当然斗气。而且你얻得了高压都不白。现在是桥的让做阿没一铺水肉，80个分的让香，一个晓得，一个不听上。哪个门里，我的哥，做这个棍子出啥有谁禁止用的？因为要好个小弟兄，你不知道。这么长那么短，这王八蛋打了我们少老爷，明天就把这个东西打死这个王八蛋。别别，哥把以心地手量听得个让别别呀，什么人要靠啥个反应？
李东家都要军官口杀一个人，小泪滚起。是真的吗？骗你干嘛？那这个军犯是什么地方人？宋江。叫什么名字？这王八蛋叫说到明日到底还有底下手出几百人听见不得了，啪说是回过头来一口不再往外面一口，嚯哟！他绝对的好科技，一个人那种背里听着，走实心虚，两个人班长跳起来，谁骂我？嘿嘿，这样。他妈的被你一下了，我们本来也好得了，一个人的高男女是八当小女，为做生意走得阴间，经常去吃个所谓熟悉的小孩。哎，这样来了啊？什么时候来的？我刚刚来玩。我们的话你听见吗？分听见。出了本日本个门，没人讲中国分听见，哦，没听见。哎，分听见。嘿嘿。你怎么来的？哎呀，这样我们好的睡觉呀。哦。然后如果赶到天津多，我想到3月份来着，我两位这样要喊来着，慢慢都给他。哎呀，多谢了，多谢了。别客气哈。这个真很忙啊。我都忙了。是啊。你要忙了呀？你到哪不来的家？哎，没空。哎呦，这样要给2年，你弟弟2到10岁才刚刚上市，然后我们天津都哪才不来的呢？哦。啥子啦？听起有14岁才是。偷吃半夜，真的吗？真的吗？好，明天没空，那怎么空？后天一定来。嘿呀，干啥子？好，等到来帮一这样，嘿嘿。好久没有见了。是要天津的来帮一呀。我要这样，来了他上么家？没什么啊，没什么。上么子啦？不要问，这是公事，不能问的。这样呀，那个公事打我公事又发大高给，是啦，刚帮我听也不眼睛给。上么子啦？是这样。不要问。晓得个玩意，当山说过门的地，不理解不理张是几乎垮来，实特兮兮根本的哈日里面孔pan一本，来，叫你不要问就是不要问，你一定要问打听我们军事秘密吗？哎呦，这样呀，那张面孔3个别不一呢，一边面孔光，一边面孔满开，就是不能问吗？哦呀，慢慢打听着军事秘密了。哦哟，那这5得7个你真个，来啊！你都是靠别人带，不晓得的。我们呢，平常我带你了哈。不错。带你弟弟来吃个咸菜，呱呱叫，高的呢便宜，就是呢顺便带不便宜。不要气。我晓得的那这个，这我知道。来讲，咱们多年的老朋友啦。哦，瞧晓得来吧，你在慢慢那个面孔，君子避免了。哦呀，好了啊！你都是靠别人带了，不啥的一个宋真人，但你一带2个。那当那位人，做啥么他我要去吃的呀？咦，东西子，旁边的军老水袋里口他。这个得理一发大家说不离听的的，懂一个朋友的真正，不也没啥，弄得光喝荷汤去吃猪后手啥的。好了，哎呀，这个事情很重要，旁人不能说，咱们老朋友了。好，说给你听，别听，我说给你听，别听，我说给你听啊。哦，是，我也听嘛不是。我别听，你就说给我听。我现在说给你听。一定我别听的。有啥个帮你打嘎子？真的不要听。别听。哦，不要听就不要听。没，这样要听他上去了哈。嘿嘿嘿。是俺过去说，神就要听。这样要跟你旅游，哪个玩意那走得吃个了，真的。我跟你说。啊，你讲呢？事情大得不得了。我大得不得了。你听没听？哎，外边不能说。不是讲，我知道上您讲这子。我现在不讲。就是你们那里的事不知道。哦，你真老想家，不是我。咱们上老爷被一个人打了，你知道吗？哦，哎
为啥人对子这个？咱们少了又回到衙门，可是我们将军，咱们将军大发雷霆之怒，怎么你敢打我的儿子？一打听这个王八蛋是个军阀。哦，真巧啊！咱们将军府的元帅将领明天大军犯杀为军棍，所以叫我们把这个棍字上右压，对，是啥个压家？都有军棍都有军棍。哦，现在，明天把这个王八蛋打死，跟咱们少老爷报仇。我们在看啥？对呀，给他们是看的啥个？这不靠不死啊！打一下100天死，2下3天就死，3下马上就老掉。哎呦，听这个第三年后面一根根的拾起来，好凉那个心，哎呀哼！有些慢慢看不出还是后来。谁让啥子去？这样，那么这个别人叫啥个名字叫？他妈的苗头不对呀！啥个苗头不对叫？你打听的这么仔细干什么？哎呀，这样可总要我难听的嘞！我怎么来去打听的？闷哇！我个脾气啦，你不晓得。我这个一长起，弄得天天上，那么我心啊死在，啥个弄得过年不噻？这个是乌浪或者新娘来着，不是一个。有种人但是在干。那么我说给你听。你讲来。外边不能说的。不是给，我有对的不帮身，我去搞不是很人听那子了。这王八蛋，这啥？他妈的，真的外边不能说的。要这样要头上一样，这不是给。这啥？这王八蛋宋家人叫韩林。谁叫你啊？他妈的，你认识韩林吗？不认得。还说不认识韩林？你不认识韩林，你不会跳。哥哥，你认识韩林了，你跳啊？他妈的，你想骗我啊？你骗得了我？老实说，我2只爱无去苗头一嘎就嘎出来了。你2个说爱无惧，爱无惧，爱无惧。这样呀，看上去老是老不特子。为什么？这样呀，你2只爱无惧，实在有点认得个，认得个。好。半夜归半夜，工资归工资，归不起啊！弄点归起来，归起来呀！归一个天，一个天的啦！不归贷款呢，每年吃老去等明天打死韩林再放你走看手里放我去，我有用上的了。一种南京不吃来子试试看。这个手也要天，带我吃来水，对，不大离开。手也要天嘛，就手也要天对了。开什么气啊？这样要，你家发地后令为之罢了，提起后令，我很少后令，多少后令，很不那个后令一块肉。怎么？你也吃韩林的亏呀？啥个吃你个亏？我吃的那个口子，像太口子刚生。至于海洋的刚生呢，太口子刚生着。不这样要海洋有地太口，不得经过生多个呀。这个帮你这样的吃个要别去讲。年纪轻光我没等样呀，而且屋里向改良动地的，后令科技我们谁子白个搞的我，然后我一看，你家这美国单位可未免别去的，跟我是太子的吧？然后头上2年为啥的呀？不晓得留下来，你科技比我，你个为啥比我等样呀？然后就终于900单，这一家人家弄得差价地皮光，等我现在是第3年，没想过我哪边那个我要听字不念题分听懂。慢，说起了韩林啊，后令呀，韩林怎么嫁给你呢？后令的说起来搞不韩林啊，后令呀，后令还是年纪没轻的，面孔白啥是2点3鼻子干。我们的后令是3鼻子的，怎么是小辫子的？一面孔没变成一个妹妹的儿子啦，一个妈妈，还有一个妈妈哇。你说的女的？女的呀！他妈的，我说的韩林有本领的有本事噶！是说这是男的，男的这样有男的，我不认得过男的不认得过，我不认得女的。我他妈的，你只能是女的，还是男的不认识？不认得。王八蛋，搞了半天男女都弄不清楚，滚你妈的蛋！这样要把那20位啊！
他妈的真糊涂啊！吃了自个上次当他分晓得嘞。两个人实实在在为党子里活动，否则八道上的为自己叫后人得罪后人，还肯宁康死了当面了，哪为了公帮私人红粮，多要根本当后人。